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新能源汽车。最近网上有两件事情让这个新能源汽车又站上了这个风口浪尖又吸引了一波舆论的关注。哪两件事呢？一个就是那个长城的这个魏建军他在接受那个新浪采访的时候，他说新能源汽车行业恒大已经出现这个意思我记得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也就是新能源汽车按照我们对房地产的理解也会出现这个头部企业暴雷。那按照魏建军的说法，对吧？这个恒大都已经出现了，具体是哪个企业他没有说。但是这个巧的是比亚迪的这个公关部经理或者负责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什么狗可以咬人，但人不能咬狗，好像若有所指似乎是反击由于这个双方都没有指名道姓，但是看客网友似乎又知道他们互相说的是谁，所以火药味比较浓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网上流传一个商务部的一个函，这个抬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司局函。这个函的内容是一个会议通知，发给谁的呢？发给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然后是东风集团、比亚迪、山东华通、圆通国贸、抖音集团、瓜子二手车。说为促进二手车流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根据有关工作部署，我司定于5月27日星期二15点在商务部机关6833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研究零公里二手车及进一步促进二手车流通消费相关内容，请你单位派熟悉情况的负责同志参会，并提供书面汇报材料，请于5月26日星期一下班前完成报名。这个叫消费促进司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发的通知，2025年5月26号。但是这是网上流传的还有截图这个文件，红头文件所以网上就有很多媒体纷纷报道说监管机构开始讨论整治零公里二手车。这个零公里二手车指的是一些已经登记并挂上牌照，标记为已售但从未被驾驶过的汽车在二手市场上出售，这叫零公里二手车。实际上这是行业的里面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巧了这个长城的魏建军他在接受新浪采访的时候，他专门说了零公里二手车的事。那商务部这个消费促进司随后马上就召开这个研讨会，专门讨论零公里二手车的事情。这个显然也不是巧合完全有可能是长城的魏建军他这个采访他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揭开了对吧这个长期存在的零公里二手车这一现象。就本来他在桌子底下，现在把它搬到了桌子面上，公之于众。这个零公里二手车为什么大行其道，为什么便宜这个魏建军说中国二手车平台上至少有3000到4000家这个卖家在卖这类二手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车贩子他是怎么介绍的，大家看视频卖了这么多年的零公里二手车，今天终于被人发现了，兄弟们，看见没？咱这一片全部都是零公里的二手车。但是各位老哥，能知道这个零公里的二手车价格到底有多便宜吗？接下来各位老哥给恁淘的戳戳屏幕点赞，咱把所有零公里二手车全部给大家报一遍价格，能看看这车到底香不香。比亚迪的驱逐舰05零公里的二手车落地价格55800，便宜不便宜，兄弟们？然后这个呢是个比亚迪的海豹05也是个零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全款，落地价格也是个55800。然后这边还有王朝王的看这边，这是个比亚迪的秦 L 官方指导价99800的，也是个零公里的二手车，全款落地66800。然后这还有一个高配的80公里续航超越版本，也是个零公里的二手车，全款落地价格73800。然后这还有个比亚迪的海豹06，官方指导价也是个99800的，4.83米车长，也是个零公里二手车，全款落地66800。这是新能源的再给大家看看燃油车到底有多便宜。荣威的 i5 1.5自动豪华
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49800。然后这个呢是个荣威的 i5 1.5手动挡的啊，也是个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39800。这边呢是个这一排全部都是那个名爵的 MG5 1.5手动挡的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39800。然后再看看大众系列的啊，大众宝来 1.2T 悦行导航版，指导价130100的0公里二手车，今年4月份的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78800。朗逸 Plus 1.5T 的300满意版，指导价138900的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9个冒1的头。捷达的 VA7 1.4T 先到先得版，也是个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全款落地89800。换了一个标的大众速腾，你说这车便宜不便宜？然后这边呢，25款的一个瑞虎8 Plus 1.6T 鲲鹏动力最顶配，指导价139900的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105800。这是个5座的，这是个7座的啊，也是个0公里二手车，落地价格109800，还加了一个女王座驾。然后这边也全部都是0公里二手车啊。捷达 VS5 对吧 1.4T 24款280自动先锋，今年3月份的车，包牌包税全款落地79800， 0公里二手车。这个今年4月份的车，吉利缤越 1.5 自动挡0公里二手车，落地5万多块钱。经典轩逸 1.6 自动舒适啊，官方指导价108600，今年4月份出厂车，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66800。这价格便宜不便宜，兄弟们啊？这就是所谓0公里二手车。还有这个奇瑞的一个瑞虎8荣耀 1.5T 卓越，指导价119900的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包交强险，全款落地79800。这价格比你去4S店买一个虎7都便宜，对吧？这就是所谓的0公里二手车，行业里边也叫包牌包税准新车，对吧？这种车已经在这个车圈里边已经卖了很多年了。我们家呢常年也是买这种车的，对吧？这种车呢跟你去4S店买一模一样，都是全新0公里连膜都没撕的全新车，就是比如你去4S店买多了一次户，正常享受全国联保，正常享受免费首保，车还都是个新车，但是价格便宜了这么多，你说管买不管买，兄弟们？这个二手车确实便宜啊，很香，关键是0公里啊。实际上它虽然是二手车，但是它确实是新车啊。我在想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无非就是补贴的事情。很多汽车厂商啊，他把这车啊只要过户了，他就说卖出去，他就可以拿这个去领补贴啊。这个新能源汽车怎么补？这个门道比较多啊。最近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那个什么100亿补贴啊，什么家电补贴啊，消费补贴啊。为了促消费啊，各个地方政府都掏钱，对吧？对家电对什么进行补贴。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啊，反正你只要有补贴，他就有人从中啊钻这个空子，专门套取补贴。你这个汽车啊，它比较特殊啊，因为汽车它必须要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或者登记在公司名下，它有个登记。你有很多这个补贴的商品，它不需要登记啊。你比如我举例子吧，你买空调没有说把这空调是登记在你名下，没有这一说。所以说你说对这些商品如果进行补贴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不法分子套取补贴比那个车不更方便吗？车还要登记，然后你再真正的把它卖到消费者手上，就变成二手车了。那空调彩电这玩意不需要，所以你要是补贴的话，不法分子他就能找到漏洞，把我这一仓库的空调都卖出去了，然后是不是呢？我就可以从政府那领补贴，领完补贴那空调实际上没卖出去啊，然后我再慢慢卖呗。空调只要包装没拆，那都是新的，家电也一样，其他的产品差不多。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有补贴存在，那就这些人他就想方设法的以套取补贴为目的，不是真的把东西卖出去啊。现在这些新能源汽车厂商，对吧？他把这0公里的二手车啊通过平台去卖，以往套取补贴啊，那更是粗暴简单，把车子塞到那个烂尾楼里面，把车子塞到那些什么杂草丛生的那些停车场，生产出来就给你补贴，你卖不卖的不要紧。后来补贴也对吧，政府也学精了，你生产出来不行，你得卖出去。后来说卖出去不行，对吧？你得跑起来，他也有办法。
很多汽车厂商把那汽车架起来，然后开着，那公里数就有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正你只要有补贴，他就想办法从你那套补贴，以这个为目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啊，如果要这个行业要健康发展，就是尤其这个时候了，不能再补贴了，对吧？新能源汽车只要补贴一停，这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行业政策发生变化，那有一些新能源车企恐怕确实面临着暴雷啊。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这个火药味这么浓呢？大家都懂啊，这个老二打架，对吧？这个老三完蛋，这个很多行业都是这种现状，老大老二打得热闹，对吧？或者头部几个企业互相肉搏，先倒的是下面那些企业，他们扛不住啊，对吧？等下面这些二流的或者三流的新能源车企爆雷了，最后对吧？卷到极致头部车企也得爆雷。今天这个财经网它正好有一篇文章说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叫行业清库存，国内车市价格战烽烟再起。他这个导读部分呢，他这么说的，他说陈联会秘书长指出，4月末全国乘用车行业库存350万辆，达到历史同期高点。确实从这一点上看这不跟房地产一样吗？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4个月，国内汽车制造行业利润率处于历史低位，一个是库存在历史最高位，一个是行业的利润率是在历史的最低位。那你说说，是不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叫黑云压城城欲摧？说国内车市价格战烽烟再起。5月23日，比亚迪率先吹响号角，为旗下王朝网、海洋网共22款车型推出限时补贴价或一口价。这之前，比亚迪线下销售渠道的实际成交价已较官方指导价有所下调。紧随比亚迪、领跑汽车、长安汽车旗下深蓝汽车以及上汽通用旗下别克等品牌加入降价促销队列。他说5月26日，吉利冲入战场，宣布为旗下新能源品牌吉利银河的多款车型推出限价补贴。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就是叫乘联会统计，比亚迪、吉利分别是2024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榜的冠亚军，合计份额接近 24%。两大车企先后发起新一轮价格攻势，意味着时隔3个多月，国内车市切换回传统竞争模式比亚迪、吉利分别是排第一和第二，冠亚军。这俩先后又开始卷价格，记起这个价格战的屠刀。你说其他的二流的、三流的要不要跟进呢？不跟进完蛋，跟进也是完蛋。2025年春节假期结束后国内车市价格战已有过一轮升温。不到1周时间内，特斯拉、奇瑞、吉利、大众、丰田等多个品牌接连发布优惠购车政策，且力度不低。比亚迪此次再掀攻势，意在紧咬国内市场。2025年以来，比亚迪腹地遭到吉利冲击。易车整理的数据显示，4月吉利银河星愿以 3.6 万辆的零售销量成为中国车市最畅销车型，比亚迪海鸥位居次席，销量为 3.4 万辆。星愿和海鸥都是紧凑型纯电小车，定位相近，是直接竞争对手。据乘联会统计他说2025年前4个月，吉利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 64%， 比亚迪同期增速只有 15%， 两大企业的合计份额同比增长 4.9 个百分点至 26%， 但比亚迪领先优势由 5.3 个百分点缩小至2个百分点，也就是比亚迪被吉利就拼命的追赶，而且差距在缩小。你从这儿你就能看出这个车企它能不卷吗？这是卷都是被逼的。比亚迪被业内称为卷王，正在冲击2025年500万辆的全年销量目标。那他不可能坐视吉利对吧？掏他的老窝抢他的市场。2025年1季度，比亚迪毛利率为 20%， 在国内车企中处于较好水准，这意味着在车市价格战中，比亚迪仍有回旋空间。比亚迪的毛利率为什么有 20% 呢？对吧？这里面应该有第一链的功劳车企在此时集中发起价格攻势，也指向清库存的动态目标。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对财新分析称，2025年1季度国内车市销量表现较好，且势头延续到2季度。不过，汽车产量仍然相对较高，导致库存水位偏高。随着这个销量下
滑呀，那个库存会越来越多。崔成树在5月20日卷文指出，2025年国内汽车行业库存持续拉升，4月末全国乘用车行业库存约350万辆，环比增加15万辆，同比增加12万辆，达到历史同期高点。这个高企的库存啊，你怎么消化呀？350万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4月底公布的最新一期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是 59.8%， 就将近 60% 啊，同比上升 0.4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5.2个百分点。该指数基于对全国各品牌汽车经销商的定期调研结果得出， 50% 为荣枯线，以下为合理范围。指数越高，意味着市场需求越低，库存压力越大。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2年多的价格战已严重压低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空间。据崔成树测算，2022年及之前，中国市场单车利润始终未低于2万元，2023年和2024年分别降至 1.7 万元和 1.5 万元，也就是单车利润在下降。2025年一季度单车利润呢进一步下降至 1.3 万元，也就是这些汽车厂家生产一辆汽车卖出去，一辆汽车只能赚1万3，一部手机的钱。国家统计局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4个月，国内汽车制造行业利润率刚过 4%， 处于历史低位。2021年至2024年，行业利润率逐年下滑，由 6.1% 降至 4.3%。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曾在3月末指出，当前车市无序竞争问题较为突出，这不仅会在短期内造成行业利润下降，长期来看还将影响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安全，削弱产业竞争力。相关负责人称，将着力整治市场乱象，规范竞争秩序。这就是那个长城的魏金军说的啊，车企疯狂降价，那最后肯定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啊！就在这个竞争加剧啊，单车的利润啊，现在只有1万3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新能源汽车停止补贴，那个后果啊，可想而知。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比亚迪，它的供应链金融公司啊，叫迪链科技啊。为什么这个长城的魏建军啊，他并没有点名，对吧？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只是说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出现了恒大这样的公司，也就是马上就要爆雷。然后网友不约而同的啊，就联想到了比亚迪，而比亚迪的这个公关部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反击，对吧？双方隔空这个交火。我比较奇怪的是，对吧？双方都是隔空交火啊，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啊要爆雷，像恒大那样；一个说狗可以咬人，人不能咬狗，这个就带有侮辱性质了。但是双方好像都没有说，哎，我要告你，对吧？有的网红超市啊，你只要质疑他一下，哎，他扬言就要告你，要起诉你，这是为什么？对吧？你说这个两个新能源汽车，两个汽车行业的佼佼者啊，大玩家呀，对吧？互相隔空对骂，隔空揭露，人家也没说互相说我告你，你诽谤，所以这个值得深思啊。刚才说了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叫迪链。这个是很多网友啊，也很多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还包括吃瓜群众比较关心的、比较感兴趣的。同样是财经网啊，它的财经周刊在今年年初啊，曾经对迪链啊做了一个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比亚迪自2018年11月开始，作为链主企业，向供应商签发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迪链作为结算方式。这个在上游供应商华东华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看来，迪链是由比亚迪作为出票人、承兑人，基于其自身商业信用出具的可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的电子信用凭证，并非传统的商业票据，但具有商业票据的特征。这个迪链的玩法啊，显然比这个一般的企业自己开的这个商业票据、承兑汇票要更加这个先进，或者叫更加高明吧。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对吧？它这个迪链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大规模？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作为链主企业，作为最终的这个需要付款的这一方，在他们的报表上叫应付账款。他通过这种手段啊，他就是相当于把应付账款部分的啊就隐藏了，你就这么理解。然后他合理的占用了供应商的这些物料，或者是占用了供应商的钱。这个类似这种啊，就我们以前说过叫账期啊。那有的企业是90天，有的企业是45天，有的企业是180天，有的企业啊甚至是1年。这个完全根据他在行业里面的这种地位，他的话语权来决定了账期。
对吧？你的企业做的越大，话语权越强，你的账期就越长，那你的供应商就没有跟你议价的能力。那你的这个账期越长，你占用的供应商的钱就越多，而且这个是免息的，它没有利息啊。好，这个有很多企业啊，它就开出这种承兑汇票，或者啊，也就是刚才说迪链这种比亚迪啊，像它的这个供应链企业开出去的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玩意是180天，或者是90天，或者是360天。有的企业说我现在要钱，你这玩意等于不是现金，我现在要进货啊，对吧？我要进原料，我缺钱怎么办呢？人家拿着这个玩意，要么转让，也可以通过这个去融资借钱。那你供应商你借钱，那你就得付利息。要么你可以拿这个票啊，拿着结算凭证转让，甚至啊，你去找这个链主企业去兑付。但是由于你这个没到期啊，所以你要是转让，你兑付你都要贴现，或你就要就是你要反过来付利息。像这种你提前要了这个钱，那你得给利息，你得比如说100万，你只能结96万，还4万是利息。那很多供应商没办法啊，他要么就转让，要么把这个去找这个链主企业去贴，搞出现金出来。那他100万，他只能拿到96万，这个还算好的啊，就是这个真金白银拿了钱。有的企业啊，他用他垄断地位，你来贴现的时候，你来拿现金的时候，他不给你现金，他要求你必须啊买他一半的货，比如空调，对吧？你得给我买，你100万对不对？你得买50万的空调，拿空调给你怼50万，剩下的50万给你现金，我还扣你的点。这就是叫强势啊！你不干，那你就找别的人去做生意啊。所以啊，在这种生态下，第一个预警就是现在整个的汽车行业库存是越来越高，像极了房地产暴雷之前，对吧？然后利润率是最低。一旦啊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一旦这个卖车的速度降下来，你看现在啊这个有关部门开始整治0公里二手车了，对吧？0公里二手车这口子一旦给堵上，那这些车企的灭顶之灾就来了。原来的车企，对吧？他把这个新车卖给那些平台或者二手车车贩子，他就说卖出去了，也就是从这个汽车厂商的库房里搬走，他就卖出去，他就可以贴现，他就可以去那个领补贴，他就可以回款。如果这个车贩子、二手车平台跟这个厂家，对吧，是左口袋倒右口袋，他们本就是一家或者是控股的，那你想想，这新能源汽车你想卖多少辆你就卖多少辆，对吧？反正由下游的人把它借走，再押给银行去贷款，从银行再掏钱出来。所以这个玩法啊，它总有到头的时候。然后国家行业政策发生变化，最终的消费者不再买车了，这真实的销量开始顶不住下滑，它能不暴雷吗？所以说啊，种种迹象表明啊，今年对这个车企来说，尤其是新能源车企，恐怕是生死之战啊。家底薄的这些车企恐怕面临着先暴雷。总之啊，什么哪吒汽车，什么极越吧，这很多车企它已经爆了。今年恐怕还有一些啊排名靠后的扛不下去要爆啊。至于魏建军所说的啊，新能源汽车里面的恒大会不会爆，我们拭目以待啊。新能源汽车里面的恒大呀，实际上它不是以卖车赚钱，它卖车赚不了什么钱，它是靠补贴，它是靠这个供应链金融。同时啊，由于这个0公里二手车的存在，所以大家就对啊这个汽车销量数据充满了怀疑。你能信吗？因为这些车你从厂商的统计，他一个月卖100万辆、50万辆，但是你要从消费者这统计，消费者没买这么多车，就问你服不服？反正厂商那儿统计，我是卖了这么多车，我生产了80万辆，卖了79万辆，没毛病吧？但是你真的从消费者这儿统计啊，到底谁买了车，真实的恐怕打个大问号。那些车都被这些汽车厂商从左口袋卖到右口袋去了，只是倒了一下手而已。作为汽车啊，你不管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还倒到哪个口袋，最终还是要韭菜接盘，对吧？这就跟房地产是一模一样的。你房地产现在专家就建议啊，这房子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也就是开发商房子造出来卖不掉呀，政府把房子买过去，他认为这就好了。这个政府把房子买过去和那个开发商找个二手平台把他的这个汽车厂商找个二手平台把他的这库房的汽车买走，不是一个道理吗？是一个逻辑啊。就最终啊还得看你这东西有韭菜的接盘，韭菜贷款把你车买走了，这才叫软着陆啊，对吧？任何其他的方式那都是不对的，没有用，都是权宜之计。所以这么一看的话，这韭菜的任务很重啊，对吧？韭菜既要买房还要买车，重任在肩啊。稳住楼市要靠韭菜，发展车市更得靠韭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